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伟，又到福气来时间咯。唔知大家有听过一句话冇？就是注重生朋友，体内出黄金。哎呀，有农产品啊，系用一句话来安名的哦。一句话不是为听人哋客家种地杯土地良生顺后看得到。啊，哪个农产品用一个来安名呢？就是人哋闽南嘅白肉萝卜的啦。也怎么样？白肉萝卜咧，对日本引进开始10多年来啊，渐渐的越来越多人知。也越来越多人讲，我们到冬天的时节，太阳晒子又真来去绑萝卜了哟。谈到一片系咩感觉真神奇呢？啊，不过绑用萝卜咧，对闽南的菜地农家朋友来讲，求农办的精神也系贴配的感情喺地边呢。今日啊，我们就贴配邀请到菜地的好朋友刘家萝卜园的刘允贤、阿允哥来到节目地边，好好同大家分享一下哦。马上来到欢迎我哋阿允哥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我係劉家蘿蔔園的劉允賢。哇，歡迎阿允哥來到我哋節目地播哟。阿允哥，你係對闽南過來嗎？我對屏東。啊，你係喺屏東啊？哦，啊，闽南人到啲人哋屏東嚟嘅度。其實交通很方便啦。我本身就土生土長嘅闽南人，係細都闽南出身嘅，阿爸阿媽都闽南人。就安尼女兒係啲屏東人，喺啲屏東買屋嘅。哎呀，咁唔會應該講親常見啦，因為人哋六對本身都有啲大家庭啊，什麼闽南人哋高數啦，甚至於講屏東呢部，大家都走嚟走去。係啊，講到鴉片，阿允哥，你請講一下哦，你講你係闽南人嘛嚇？啊，你自家以前喺頭擺喺做乜嘅？而家喺開療皮園嘅啲，啊頭擺喏。哦，講嚟就當然就。大概各種時節，大概就會考讀書啊，就因為做農事，老人家可能講啊，挺辛苦哦，可能很些時間啊，那個種田哦，絲禾的啦，哦就去種鹽的，挺辛苦。阿爸咪講，冇讀書啊，吼，你就要嚟生一頭哦，啊，你就拼命讀書啊，後來佢都考到師專，去讀台東師專，啊，5年過後，你就公費制度就去教書。一教都教咗29年，阿啷提落拜又提宜蘭，啲高雄市還有啲屏東，一直到50歲，做嚟退休，因為老人家人也是太嘅，又有失智啦、帕金森，需要嚟照顧，所以間都間人參詳講，歸來闽南照顧陪伴老人家，順勢呢，看到有條田，老人家最大興趣就是講。順產水就是老田球也田球hand起來。雖然阿爸失智哦，可是伊田球都冇田兵嘅咯。因為蠻去田順嘅幾種地。都hand地嘅，所以但係伊田球之後，感覺我說也即個劉家田因為人自攏喺落去工作，無去工作就分親戚，偏分親戚啦想到講我來。再講參詳一下，我哋種可能蘿蔔的也好，種禾也好，試探性質，結果還不錯了就是開始拔蘿蔔活動配合農會的活動種米這樣子，就這樣子開始了。嗰時阿允講，這個可以種蘿蔔的啦，佢去耕田，係對退休之後開始的嘛。其他的時間應該講。萬世多胎其實有接受過一個農業，嗰時不會陌生。過去啲時間都想講可以照顧爸爸媽媽啦，種皮照顧一下嚟種一個蘿蔔咧。不過以前我香港阿允哥，以前人哋人哋地杯農田地杯種嘅，我頭都有談到有種嘅禾嘅，還有種嘅鹽嘅。我感覺應該講聽多朋友唔提講闽南種鹽嘅用法嘅情形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冇？你自己有實際種過冇？有，因為大概是我哋都50人出生的嘛一樣呢大概日本時代，民間50人就引進來了當時是公賣事業，公賣局保價收購大概是美濃這個地區它很適合。當時有人統計，大概全美濃50-60年間1800戶，平均大概4家人就1家人種鹽咧。韓式上節就有各種小學就可以聽書，種鹽咧是1000多公，全都點鹽用，還有工行嘅，都睇要抹鹽筍，抹鹽米，灌溉，尤其都大概時節
过年边吼，它较亲无限来摘盐呢。当时盐呢东西，全部用人工。一家人种一甲两甲安泰，无办法种，就有一种高工的制度，完工。比如说一个巡盐的上节，摘盐的上节，我摘个送个盐落去，行，就10家人就高工，今日摘来，同个摘盐。一个10家人，刚好一个主体啦，行盐呢差不多10米左右来讲，就一个主体，他个拢搞工，大概有跟我10点钟，盐呢甚至咱们都无限，全家太细拢个出动，尤其像盐呢个，嗰时节小潮的，可以种，还有人进步到有天然控制的烘干机，还比较轻松，产量也比较大，可是还是。要很多全家动员，所以头东来讲啊，太阳晒都讲啊，摩托树吼，汉语派上落来讲起，虽然那个树叶轻大来讲，以前呢人呢有保价收购，就是国卖客会跟契作，产量也控制，品质也控制，收益很高，那时候的公务人员的薪水不少，要一家人如果有2、3甲吧吼，那个树叶会超过公务员。哇！不过全家通人，无限差不多半年以上啦。半年哦，比人哋更加杂强嘅韩国无限。果然，杂强嘅可能讲人哋伊咧暑假后面加送差不多一早嘅2年，也係講2、3年嘅時間。冇想到有個人咧，面到半年哦。半年很久，到差不多9月、10月就準備啊，到過年後背要下分咧，整理分級，叫本嗰啲公賣局。原廠，等個3、4年咧，半年7、8成嘢都有，真多。其實冇做過真是唔對，對現代人來講，可能聽到講，人哋要按多嘅時間，按講一太真太搞會搞工嘛，感覺後來真鬧熱啦，伊啲畫面感覺真好，唔知啊講地方其實是該無限，該缺嘅一件事。搞工是一個大家互助合作的一個辦法。實際上這個路卡又還在整理啊，以前我印象中，我媽媽、我爸爸。按不到無限的3公班呀，第一就是下人呢，全我家有7個兄弟姐妹，下人呢，他4、5點上學以前就跟下人呢下來，讓他去那個做一個飛運啦吼，那麼鐵鑿，再來整理，下主頭又係責任嚟嘅，一下課都係責任。那麼我哋家上節是責任咧，冇假日的時間我哋就去聽書。好似人哋咁樣啊，重要嘅時間，假如講嘅特長嘅嗰度，全部都睇年14年嘅，全部都出動嘅去聽書。所以美濃地區大概我哋一種年紀，4年級、5年級這個年紀的都有家裡務農的都有經歷過鹽業，可是是很辛苦的。很辛苦的。不過有嘅也係美濃當地一種特別嘅一種人文嘅方面啊，吼，也係老一批嘅記憶。不過講到一片，以前大部分嘅人就阿英哥阿年講，大部分美濃嘅片有種鹽嘅嘛。對某個時節開始哦，種鹽咧變咗更加像種嘅蘿蔔嚟啦，吼，種其他嘅農作物，做乜嘅會轉變做烹飪蘿蔔嚟，喺某個幾年之下。因為種鹽咧，吼，也是跟那種公賣局合作去做的哈，因為那個加入 WTO 以後，自由競爭市場，保價收購，那個東南亞鹽呢個小，鹽廠跟糖鹽一樣啦，公賣是它基於成本的考量，你台灣的鹽業那個成本人工按規。保價收購你一定了錢，自由競爭你就是跟我一個進口，所以漸的公賣局跟農民的合作，就應減稅，一直到90多年，就完全都前幾年了哈，大概5年前，所以鹽業大概喺美濃發展大概有70年的歷史了哈。不過慢慢的漸的哈，又變得烹飪蘿蔔呢，因為我印象當中我哋很細。俺媽人帶我哋去種鹽嚟嘅，天生片還有一些空氣哈，就會落一些細蘿蔔的鹽。可是慢慢的冇種鹽的過後，有農會來推廣一個用烹飪蘿蔔來做一個轉型啦哈。大家還有做一些宣傳，還有拔蘿蔔的活動，就蘿蔔人來做一個
农场的体验啊，渐渐的有取代一部分的啦，莫全部啦，就是白玉萝卜季啊，大概短期2年的时间，大概秋冬限量的哈，就是这个生长季节，大概就是应该是这样的转变过来的啦。哦，所以对叶片开始，不过英国按人讲，芳香萝卜咧同现在来讲，芳香萝卜一部分冇可能转变做完全取代也个盐的部分，伊两片那个家私差几多嘛，总嘛个做冇可能像人哋讲一般的农业要转型，有冇？你睇下转变做全部系种芳香萝卜咧，很用版的原因。因为嘛有想过，因为头都讲过，公卖去保价收购，它是一个原因。可是芳香萝卜的冇办法，而且芳香萝卜的就短期只能就12年，2张1张都就会熟成嘿。作为按台面积，如果像以前从原来中按都高，所以一种钱高，按你没办法，一下3用按台就会造成那个农产品的一个贱价了，到时候就农民就很可怜了，也没有人跟你保价收购，所以这种就是大概就是烟叶是很多过萝卜呢是一个2张叶，而且用机械它可以做的。可以用机械，用机器种实皮还是啥一些药的安尼，过短期。不过产量的控制，所以农批有控制的1年差不多300公顷的一种面积，来做一些的推广活动。缺工的问题，它就是用那种拔萝卜或者是韧骨。我你一好一头钱，他就本引揪团来。我的经营方式就是用那个用亲子活动，因为头摆就搞熟做主任做主中就办一个亲子活动，那种方式适合我的专长我的服务的历练也在高雄市、屏东市，都在市区，对市区，底下市区的家长，还有小朋友喜欢嘛嘅。谈到鸦片，观众朋友，係咪對我哋美濃嘅芳香蘿蔔咧，嘅前世今生有個多嘅了解呢？更多精彩故事，我哋休息一下，試比賽馬上過來喲。美濃嘅芳香蘿蔔咧，人人都提講係一種特別嘅農產品，不過佢到底特別點呢？同一般嘅蘿蔔咧有乜嘅差別呢？應該人哋芳香蘿蔔咧講，佢係冬天、寒天嘅農產品，不過佢特別嘅地方點呢？同一般嘅蘿蔔咧有哪度唔相用啊？第一點，芳香蘿蔔咧，相對嚟按白槍伊皮很薄，皮過薄，所以嚟綁蘿蔔咧，我都跟也都家長講煮起千萬唔好削皮唔是削皮唔是削皮，用炒膠布安尼搓搓咧，拍搓，要濕白白地方，即個刮起嚟一度嘅，伊皮真蠻薄，比我哋面皮嗰個薄，所以就芳香蘿蔔，也係最大的特色。還有生長就在秋冬，因為秋冬是美濃美濃算一個半盆地的地形，在冬天的時候，山區就會很多的霧氣，霧氣就會帶來露水，露水它就會在蘿蔔葉上，它就是蘿蔔葉上慢慢下來，它就靠露水長大的。那唐風咧有個芳香蘿蔔咧，就親像我哋頭擺以前故事裡邊講嘅仙人形樣咧，其實是露水嘅喲。錯。那唔是淋水，真是唔是淋水？淋水有的譬如講濕個早的天嚟，濕過水一下，做唔得免疫淋做唔得不是淋一淋伊人奶都硬起嚟。奶硬起嚟，因為地下它是根莖類的植物，它也上嘅那邊你們硬嘅，伊根都生唔下伊嘅，點都唔會太嘅，都唔會太嘅，容易白有唔可能，因為上到彎曲啊呢。有求按過，按尿婆一種農產品所以很嬌貴不過也算看天吃飯啦，因為那種嘅東西就一個時節都在種嘅，按讀到現在的氣候極端。
像今年来讲，哦，去年的啦，10月咧又还有台风的外围环流，就一直落个奶啱就种唔得。所以去年嘅种落皮咧就讲慢一些。又唔得种唔得天鳗。天鳗又有一种虫诶，叫做黄条叶藻。以为当个食落皮呀。伊安布特呢，又体内带下产卵。它的幼虫有了食落皮咧。所以长叶以后就冇适合呗。哎呦，嗰时佢最好嘅种叶嘅烹养落皮嘅时间点係哪？大概就9月、10月中，11月、12月来树上。就在短短的也2-3个月咧。嗰種數賞一般來講11年開始，國曆的11月開始數賞，差唔多2-3年的時間到12月，過年前可能都全部冇。全部冇。哦，哎呀，真是真罕見嘅吼！我想講過年的時間可以有，乜嘅可以交嘅時間可以放落去咧，結果冇，快些已經放hết咧。佢有試過，一年的種。過年2年咧，個綁落皮咧，差唔多半年就本蟲嘅食槍槍。係哦，真是一些都冇喎。你也未到3唔去嘅，按人耕種就冇使很多農藥，我種硬種也好唔冇，種了就對那個消費者冇啦。是用那太多藥嘅，那是一種短期作物，你都用那麼多藥，安全期已經還農藥的安全期還在，就是過了安全期，我們再來拔，可是沒有辦法，就是限定版的，就是大概11月、12月。嗰時阿元哥，人哋咧面農烹養落去，既然按照過、按正規啦吼，佢最好嘅料理嘅方式，如用版嘅料理過好啊。也係大概生長期大概45日到60日之間啦哈。我有吃過啦哈，從這中間，差唔多2禮拜，還有含前沙藥嘅，有蟲嘅會來，含前沙藥嘅，做啲鹹蘿蔔的藥，就是上個公麥的地方，上個公麥它就不會結蘿蔔，你做啲綁嘅藥嘅，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啲藥嘅專門論，比拍菜用嘅。係哦，嗰時佢鹽上安尼設計下嘅菜可以做一般的強菜安尼食，炒嚟食，做嚟食。一個部分，按到38日、40日，也最嫩的時間，你就可以做一種醃蘿蔔。哦，醃蘿蔔有時候唔是削皮，用砂鹽醃製之後，砍了又再用桶吃，來一起爛，來做醃蘿蔔，叫醃蘿蔔品質最好。哇，當上刀都係啦，水都流出來。聽到個太個做，像我太衝擊安尼，太使用者45日，將來做一下綁。可能我某人綁，也是講攀法通韌骨，或者是像我安尼做親子活動，45日個度吼，佢落皮咧就動好動太條，佢做綁40日，他個就按細條為。就天龍迄個啦，產量冇按多啦，45日到50日就來，他個來綁落皮咧，綁落皮咧時下，有的人以為我粗的啊，我愛就來回收，有把的，或奇形怪狀的，咁冇按講，我細條的，你就收集起來，回收了就來塞蘿蔔乾，做細嘅蘿蔔乾，做蘿蔔乾啦，嗰度，老蘿蔔，這樣，你也算老祖宗傳下來，客家人勤儉的啦，一條蘿蔔都冇弄起咯。真是對頭都按你按講，小姐講，對細開始上葉開始，葉可以做強菜嚟食，可以做嘅糖果嘅啦，醃蘿蔔、滷蘿蔔咧，太嘢個還有其他嘅方式，細嘅蘿蔔乾，真是對頭都味都冇弄起嚟吼。哇，真是幾好啊！嗰時烹緊蘿蔔嚟講，根本呢有個按講帶過來，佢都上嘅按嚟細條，最太都搶按嚟嘛。太部分吼，他跟外頭講嘅45日就差唔多按太，唔過差唔多50日，差不多有得冇綁起，50日就差唔多太條哦，唔過就過肉嘅，地部會胖空心，也含做得食，變咗削皮，叫過肉一些咧，好無佬我哋洗蘿蔔個老蘿蔔，就幾條嘅滷，人來洗一整日。它就空往底部，5年以後就變成老蘿蔔，因為你講嘅黑金咧，有啲衝入嘅嘛，無所說嘅個講到5年人家嘅黑貼喺本兒種嘅鬼糊嘅安尼，唔係老嘅幾多真是變樣嘅顏色。伊咩老嘅，睇滷
卤完之後再篩，天然就韓國拍，將順後嘅，將順後個拍，個5年以後就轉有嘅，到10年，有到20年咧，越老越貴。你咪講普洱茶概念。你自家有錄過最舊嘅老皮咧？係多年咧？我總係6年嘛，嗬，今年就6年咧。我有拿過銀馬面床腳下嘅，因為辦家嘅銀馬面床腳下就超過10年咧，係資本朋友說咯，他家都學到啊，係有冇嘅？講嘅媽媽以前頭擺老人家存下來嘅，因為都頭擺你說係咩？是唔係就嚟洗老皮角，洗咪要嚟放喺面床腳下，唔過也仲唔會壞嘅，因為它就用天然的防腐劑，鹽巴。用鹽巴醃製，鹽分很高，可是煮的時候就要把它洗掉，慢慢的釋放它的鹽，從此它的老皮的飲用啦，它的香味越陳越香。除了老皮角之外，還有老皮苗。老皮苗，細鹹芒太嘅嘛？頭頭我講嘅蘿蔔葉，那個是嫩葉，唔見啊，迄陣個綁老皮嘅家有存到個醬嘅葉嘅。我哋農民老人家，我給削下來，也是用鹽去踩，踩在那個砍，砍的是關於香味，再拿出來篩，篩就變成北部的客家的梅乾菜一樣。只是我們是用老皮葉，我哋他講你的老皮苗，我哋米農你都會給切了一團一團，細細，有幾條啊做的就保存起來。我哋都攪肉鹽，攪肉鹽細細冇尖尖嚟嗬，細細攪肉鹽去做粉蒸肉燥，就有那種梅乾菜蘿蔔葉的感味啦。不管怎麼說，佢用藥嘅方式去做，就符合我哋客家人嘅精神、群家嘅精神，絕對唔會弄係。除了有嘅根本你阿勇講你帶過來嘅，看到老皮咧，新鮮咧，有嘅老皮咧，頭都有看到一支安尼糊糊嘅，有嘅係滷嘅老皮咧，中間嘅一個串串鹹菜，就像頭都講嘅老皮苗，蘿蔔葉乾。哇！看對條當面，一啲朋友老皮咧，1、2、3、4，最起碼可以變到4項嘅無用嘅東西食品出來呢。安尼怪厲害。嗰個健康米農嚟講，佢係唔係人哋朋友老皮咧最大嘅產地啊？朋友老皮應該算米農，就一個世界最大。別個地方係有看過人種，唔過以上可能氣候嘅關係，可能有露水嘅關係，就冇安草，可能有冇安拍。別的地方也有啦，唔過米農就個適合，也冬天的露水個足，奶子又會肥潤，有露水又肥潤，個鬆軟，冬天喺冇落雨嘅話，品質就會更好。嗰個以前人哋講更加極端氣候嘅部分嘛，即係印象地位有讀到過嗰種冬天咧係用落太雨，結果全部落喺度磨係咧經驗冇？有，種係種嘅天然100公用人嘅，就天然種嘅時節，我就過做嘅時種9年種，9年20月啦嗬，一種過後10月咧，颱風又來，我係話連續落3日雨，從天橋就鋪水來，大家講淋水幾好啊，第3日就啲嘢跳出來，全部曬一雜雜，哇！差唔多剩1/3。當然有區公所農業科對我哋農民咧設補助啦，補助我哋就在大地在從中，我又再填一塊田來種。可是種過後又填滿一次種咩？因為10月種嘅11月咧填滿種嘅，後段我頭講嘅黃條葉藻出來嘅，差唔多40日間還唔會炒，38日我就鋪上完。1禮拜就報名嘅，就額滿了。差唔多叫大概2千人咧，大概2千人我來幫我拍咧。唔過係可能拜4、拜5可能禮拜冇路拍咧，為什麼？仲係適合咧？仲係唔係適合咧？每一條路拍咧都花蓮啦，哇，就白白嘅，根本都是買路風都冇人買嘅一種咧。我那時候還要發簡訊、發錢去。
我们亚条人哈，规范使用裸胚的得到黄条叶种，我们就坚持不喷药，请不要来了，下一次再来，下一次再来。可是那些热情的外地来的，还是一半的人来，我还是继续搭帐篷、买保险，对，顾了他们的安全，结果拔出来，我可以卖4万块的，只卖4000块，哇，观众朋友，唔讲，真是种入去芳香落魄咧，也唔会咁简单哦。阮3万一些，对头刀面啊，顾好咧，无你看太做种嘅可能系上个会拄到落雨，啊天满种哦，佢有拄好会分寸嘅，实在哇，也个经验分大家分享一下。不过还有更多精彩故事，休息一下，我哋马上过来。条到啊，经谈到阿云哥小姐吼，一个芳香落魄咧，一道好势啦，伊成到一讲的具有种的样板的经验。啊，不过我还有谈到一个亲有兴趣的讲，放落魄的一个发动咧，啊，到底一个发动係样板进行的呢？哈，阿云哥，做乜嘅之前种落魄的种的好好，想讲我来推崇一个放落魄的发动啊？一个放落魄的发动哦，其实喺生意很市场者，啊，陆开有一些2份係自家种的啦，吼，都人家来种的。啊，生意你家就quite好办。啊，我哋提到杯狮子龙服务吼，我哋搞售后嘅，啊，我哋谈到嘅家中嘅欣赏讲啊，哎，你米农有白玉萝卜，做得去放嘛，啊，我就带朋友来放，就按嚟引起嘅，然后亲子白萝卜，啊，后来，头讲啊某种盐嘅咩，啊，农夫就推广啊白玉萝卜季。啊，拔萝卜活动，这样也解决了那个农村人那个老农的工作能力或缺工的问题。那大家一起来拔萝卜。如果种落魄的人唔是自家来绑，我讲大家来绑哦，还不用付钱，也佢唔是拿钱本给的，还会给人付钱来绑落魄的。有个老人家都甲讲啊，后生诶。要安静哦。我爱就帮落魄的吼，用台语啦吼，用葫芦话来讲，葫芦人啦，吼就狮子人啦。少年呢，你足巧呢，你叫我来搬菜头，我个钱给你呢。我就反问他，你们的孙子啊，大人小孩150，两大两小，是不是玩得很高兴？那个体验的价值高过萝卜，用这个理念去推，达到那种双赢啊。我们这些农夫也不用去拔萝卜，拿到市场去卖。我们提供这个农场，让你来体验，做亲子活动，皆大欢喜。就最开始都会是只放落魄的，其实是一种个人啊吼，自己农家里面讲，可以带好朋友来去体验的。结果大家看到，心中很唔会差哦，都常常越来越多年。结果农夫也看到佢后面的潜力，开始来。集合大家民农这边有种落魄的一起来推动一个嘛吼，侬自家一个留家落魄人呢，帮落魄一个发通啊，喺用办去进行，从预约到执行，可以同大家了解一下冇？因为我中间就讲，我强迫我朋友来帮，1年、2年、3年，他可会没有兴趣啊，生意也太呀，你就讲，现在网络那么发达。还有脸书粉丝专业，就同时都有个朋友讲，我们来成立粉丝专业，我种落魄的开始就泼上网，我来叫种，我酸芽生长期，它的产量45天后的那个礼拜6、礼拜天，大概往推前10天，因为我不可能一种就泼上网，因为天气的变化莫测，产生一个问题呢，泼上网。有人采用预约制度。预约制度的话，客人知道我有报名成功了。来嘛底下来的客人有名册。那我就做这用一块地奶，我知道产量，第1年的经验，我知道1分地有2000斤来讲，就实际到一推10斤就有200笔，冇算人，係算笔，
一推就一边，2大2小都可以。安来就分流啊，比如2个假日，就是2千期就50，就200推就2000期了，就做人的分流。安尼你唔会讲，前面的人来摘嘅，后尾人冇好摘安尼嘛？错。因为想讲，有位大家都讲啊，一下来吼，大家又可以来摘起来都好嘅。冇想到还要分流，导致后面有位人可能摘唔到啦，冇都摘嘅贵少嘅。贵快些，特别因为摘个铁多，又弄黑的，就是说分流制度，大家都有得拔，所以我哋场地规划quite重要。都慢慢的也跟朋友组成合作的，礼拜组成礼拜合作的，慢慢的夹起来，慢慢的进行，大家拢放喺度落皮咧。安尼阿云哥，像放入嘅落皮咧，都进行到更加差唔多1多年呀。今年都第5年咧。第5年咧嘛，安尼有嘅每一年拢有来嘅银行冇？也有。如果新年的带到台安尼嘛，明年讲每年都来，就台。新年的韩细细放到已经改台韩有几少了？大概有2-3年的都有。2-3年。佢咁痛嘅有啲人是台中了，依邊做人用前一步就喺高雄噶啦，偏於大早8點嚟唔前開咗來啦，就佢咁痛。哇，當我哋放落去咧，安尼都唔像銀行，親像已經熟識到親像朋友嘅啦，吼。安尼有嘅銀行同反映過冇？吼，當第5年其實。有人反映過，哎呦，明年攞嚟放入嘅落皮咧，係唔係還有其他嘅活動可以參加？有安尼年下同反映過。有，所以前2年有做一個毛豆，毛豆又跟蘿蔔一共卡，不過那個就是要季節性，伊啊生長期大概80年，按個比蘿蔔咧就1張以前，這種毛條，在30年以後再種蘿蔔咧，都在放2種。有一個80米的，一個40米的，同時放，也有一種放模條，有做工，去年的冇辦法，因為印度又做唔到模條，就放棄。慢慢的我就轉換到現在的成蜜，成蜜也可以，也是比較長，採收期比較長，用成蜜來採果也是一個。啲成蜜同埋都會部分啊，佢係對某個時間開始，係接咧睇嘅落皮嘅之後嘛。大概就冇落去的資料。因為人都想講，人講，人講人都卡喺種落皮的，唔過要講，香港落皮的像2張嘢嘅書生，書生喺度只有人演嘅地方睇種嘛嘅，表演睇嘅上座嘛，冇可能嘛。結果除了토마토之外，人演嘅還有種其他嘅嘛嘅冇。tomato跟落皮的之後，大概有絲禾。春耕一起稻作，就很和白中鹽呢跟那個水稻輪作一樣，所以佢長一段時間就是我要試嘅嘢，米農他種1期，2期條白還有種，因為現在糧食比較多，或是米食文化比較少了，那個米飯吃麵食的比較多，所以政府就鼓勵我們轉休耕，第2期就休耕，所以就還有絲禾啦，就我們美農農會也推廣美農米，是高雄147。你種日嘅也係人自家種嘅。嗰種1年地杯啊，都從開始啊到春天咧開始，tomato再落去絲禾。絲禾係咧都好有一段時間幫佢休息。休息係咧喏，你接頓落皮咧。落皮咧都好就冬天安尼。1年4季都安尼輪流嘛。哇，安尼用這個落皮園地杯會唔會改無限？而家落皮園的面積有1台啊。一開始都2份，平時係4份，我用漸進式的，一下間唔種那種，科研慢慢整改之後，今年就種到6份。6份，哎呦，唔會少呢，全部種你自己1年提估嘛。其實現在的就是代耕很發達，就是都是請代耕業者，而且機械化，包括你從翻土。大型的耕耘機，我們沒有買那種，他們都說幫我們處理，付錢，一通電話他就來了，包括施肥一樣，噴藥，所以我留嘉羅博園，我是1人公司，頂多我的家人協同幫忙而已。我通常就是耕種的時候就用機械化做，甚至我們噴肥那個一種病蟲害防治，也是用最先進的。
无人机，植保机，就是用不是比空拍机还大，它可以背负10公斤的。比亚迪当过安尼撒药的啦，吼，做顺个天顺个，以前讲的那个天顺吼，用行的嘞，无更加用个比亚机、无人机，安尼顺，安尼去撒药个，国家个，国家又够安全。因为迄农民吼，安尼去防药的吼，这个是咧比植物更多。真是风一吹过来，全部是个是海。按无人机可以5、6公尺以后去遥控它，而且效率更强。差不多挨个5分田吼，5、6分田吼，1点钟呢。哇，我所以安尼工作都够强壮的，这样可以变成讲像你讲的，你自家1个人顾安泰的面积安尼嘛。哎呀，多多喺你自家现在的农产品来讲，其实还有一种机械化、科技化的工作，我所以可以按强壮。网络上讲，那有可能讲1个人个顾按那个6分田吼，自家1个人来做，我们免息自家吼，系啊。你更加多后市民自家还有乜嘅规划冇？我们也可以做 DIY 啊，腌萝卜 DIY 啦，甚至讲安尼后期插秧、丝网，安尼跟学工的接触，也可以跟他们合作做食农教育，来做插秧活动，或者是到5、6月的时候收割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给他们做个体验啦，不是全期这样啦，就是局部的让他们体验农村的生活，让他们知道粒粒皆辛苦。你跟他讲1000遍、100万遍，他们不知道他的饭是从哪里来的。他们有真的去插秧，真的去收割，还有看我们的影片，我的生产过程给他知道，他以后对食物就会很珍惜。就是我们的教育的理念。嗰度头下禮拜開始以後，可能唔單止係幫老百姓，還有其他 DIY 活動，甚至加上有嘅食農教育，活動會越來越多元，越來越冇窮樣，係咪啊？錯。哇，觀眾朋友，聽下今日朋友老百姓嘅故事，係咪更加了解我哋朋友老百姓有嘅特別嘅農產品呢？還是冬天嘅時節去到市場上，一般嘅老百姓同朋友老百姓，大家應該分得出來吧？今日呢，再一次感謝阿勇哥帶來咁精彩嘅故事哦，多謝。好，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各位觀眾朋友哈。美濃一個好素材啦，好山好水，不會無聊。我們有拔蘿蔔的活動，我們農場的體驗，歡迎大家來美濃來做觀光，來做體驗啊！相信一定會值回票價。謝謝。我要做到更加有個嘅數年末呢，大家可能來聽頓時生來認同一下咯。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